我都写臭水饺嘛，所以客人大部分都是会很好奇买来吃吃看。把臭豆腐当成水饺馅，和猪肉、红萝卜、韭菜、冬粉搭配，以不寻常的口味参加创意水饺比赛得奖。现在一天可以卖出1000个。张淑瑞做了20年的水饺批发，终于打开知名度。因为我自己有比较特殊的技术，水饺皮就是比较 Q， 比较耐煮。为了追求最佳口感，水饺皮不买现成的。张淑瑞说，面粉选用比较好的粉心粉。他还开发5型概念的饺子皮，都用新鲜食材来做。红萝卜、墨鱼汁、红曲，原味的，然后一个是菠菜的。要包进饺子里的鲜虾，多用了臭氧机做 SPA， 吃起来会更清脆。而无论是黑豆芽加香菜、鲜美墨鱼搭配芹菜，还是味道浓郁的3杯口味、咖喱口味的水饺，张淑瑞一直动脑筋，如何在制作门槛低、到处可以吃得到的水饺市场里找生存特色。而职业军人退伍和太太一起卖水饺创业的柏永安，就一直忘不了他向100多家小吃店推销水饺，都吃得闭门羹。在店门口偷偷看一下，要不要进去，要不要进去，因为被拒绝都会怕。很多客人会问我们说，你水饺干不干净？肉新鲜不新鲜？我只给他讲一句话，我说我儿子都吃水饺。有吗？给我通用。4来波一起米。我说有什么不一样？吃过还想再吃？家里吃习惯了，吃咬起来都馅料蛮多的啊，外面是比较少。包在水饺里丰富的滋味，柏永安说，他跟太太一路走来也有诸多体会。最初卖水饺为了生活，现在他们把研发水饺当成兴趣，为满足客人味蕾的成就感继续努力。夫妻2人发挥穷则变，变则通的精神，现在一天可以卖出好几千个创意水饺，建立自己的饺子品牌，也从中尝到了丰富的人生滋味。有马给某穷庸，4来波一起米，有马给某穷庸，4来波一起米。